每一个故事，每一本绘本，都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精心创作。今天我们邀请到特别的作家来为小朋友分享自己创作的故事哦。刚好趁这个机会，可以看到作家的庐山真面目，很棒吧？准备好了吗？来听故事喽！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向日葵姐姐，又到了我们说故事的时间喽。那今天的故事要说以前呢，向日葵姐姐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在2016年的2月6号，整个南台湾啊，在半夜的时候，天摇地动，发生了非常大的地震，而震央就在美浓耶。那一次的大地震，美浓反而没有很大的灾害，可是隔壁的台南市却发生了整栋大楼倒塌的事件。这个倒塌事件呢，还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亡，其中还包含了39个学生。这个事件让人感到非常的痛心。那学校呢，为了要增加孩子们逃生防震的知能，每个学期都会做防震的演练。在防震的演练里面呢，希望小朋友都可以熟悉记住3个步骤。那3个步骤呢，就是要趴下、掩护、稳住，然后等地震震度小一点的时候，赶快往空旷的地方去逃生。如果小朋友都可以把这些步骤牢牢记住，当震度来的时候，大地震来的时候，就要把心情稳住，然后照这3个步骤去逃生。这样你懂了吗？那这个事件呢，也让小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美浓国小呢，在那个暑假就办了一个绘本营。那这个绘本营里面呢，有很多的小朋友来参加，其中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叫郭云熙、郭云琪。她们平常就很爱阅读，很爱画画。她们就想到过年时候这个地震让他们印象深刻，所以那一年的暑假，他们就用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发想，就做了一本绘本，叫杨妹妹找家人。所以整个图文都是她们2个姐妹一起来创作的，包括文字的内容。那这本故事书呢，它里面呢，透过为什么要叫杨妹妹呢？她明明姓郭啊，原来啊，这对双胞胎姐妹花，它竟然是属羊的。所以看到没有，我周边有没有出现很多的羊妹妹？那这羊妹妹有几只呢？大家数看看。对，有6只，所以不是7只小羊的故事哦，这是一家人的故事哈，羊妹妹一家人的故事。那云熙、云琪呢，透过这个地震呢，家人分散了。那其中郭阿妹呢，其中有一个小羊呢，看到家人都失散以后呢，因为他们平常呢，对整个美浓的文化古迹、在地的农业、所谓的产业都非常的熟悉，对家乡非常的了解，所以整个家乡的人文古迹，像从东门楼到金字亭，到美浓湖，到黄蝶翠谷，甚至是美浓的农产品，白玉萝卜、陈蜜番茄、板条，它都把它写入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他们呢，才5年级哦，透过他们对整个人文环境的细腻的观察，以及对整个他们一家人的人物的描写，农产产品透过画画很细腻的表达出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阅读的一本绘本。所以呢，小朋友有机会呢，可以去高雄市美浓区的美浓国小，去看看，可以跟他们购买，或是呢
透过线上来阅读这一本绘本，也可以找机会到美浓去走一走哦。从前，从前有一只叫做郭阿妹的小绵羊，他们一家人都住在美浓的双峰山上。有一天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发生了大地震，他们一家人都惊慌失措的到处乱窜，结果呢，不见了。所以看到没有，向日葵姐姐的，左边有几只，右边也有几只，对不对？哦，那怎么办？郭阿妹发现，她的家人都不见了。可是呢，她非常的镇定哦，因为平常学校老师有教，如果家人失散了，要往空旷的地方去找，对不对？刚才还记得吗？逃难的3步骤是什么？对对对，趴下、掩护、镇住，对不对？好，那又要往空旷的地方去逃，所以呢，郭阿妹决定要去空旷的地方去找她的家人了。首先呢，郭阿妹就来到了东门楼。大家有去过东门楼吗？有些小朋友有去过，有些没有，没关系。听完向日葵姐姐的这个故事，你也可以去东门楼去走一走哦。这时候郭阿妹来到了东门楼，抬头一看，找到了，哇，上面有一只绵羊弟弟耶！哦，绵羊弟弟在东门楼的上面等待家人来找他。绵羊看到郭阿妹看到绵羊弟弟在上面，就决定去救他下来。那找到了其中一个弟弟，怎么办呢？还有其他，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决定继续一起去找其他失散的家人。走啊走啊走，郭阿妹跟弟弟呢，就来到了另外一个禁字亭。禁字亭有听过吗？对，禁字亭就是他们发现了，禁字亭里面又躲了一个白白的东西，是什么？原来是郭阿妹的小妹妹躲在那里，正等着家人来找她呢。现在有几只了？3只，对，已经有3只小绵羊喽。所以他们3个人就一起出发，要继续去找他的家人。从东门楼啊，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美浓湖的一个中正亭里面，发现有一只绵羊哥哥在那里呢。哇耶！又找到了一个绵羊哥哥了。这样有几个人了？对，向日葵姐姐有比出来，对不对？有4个，有4只小绵羊一起到。接着要到哪里去呢？哇！到了下一站，他们往黄蝶翠谷。到了黄蝶翠谷，小羊们看到妈妈在黄蝶翠谷里面的溪流玩起水来，哇！他们4个也加入了玩水的行列。冰冰凉凉的溪水，让人真是感受到无限的舒畅啊！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呢。黄蝶翠谷最著名的是什么？它那里有铁刀木林，铁刀木林上面就是嫩芽，就是黄蝶的食草。这个黄蝶呢，喜欢在铁刀木上面吃它的嫩叶，所以呢，黄蝶翠谷就因为有许多的黄蝶而闻名。所以呢，他们不止玩水，也去抓蝴蝶。对，小朋友好聪明哦，说还有爸爸。所以这时候他们突然想起，不可以一直玩啊。他们的爸爸还没找到，所以呢，妈妈跟郭阿妹就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往前去找爸爸了。那找爸爸去到哪里？他们继续走啊走，来到了开基伯宫。在开基伯宫，他们看到了绵羊爸爸正在拜拜祈福，跟土地公祈求说：“土地公啊，土地公，请保佑我的家人平安。”让我可以赶快找到他们一家人来团圆。说着说着，哇，我们的土地伯公就听到了绵羊爸爸的心愿。绵羊妈妈就跟着郭阿妹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来到了开基伯宫，所以他们一家人就非常开心的团圆了。小朋友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故事结束了呢？
对，还没哦，还没结束。他们一家人团圆以后呢，羊爸爸就提议大家说：“那我们一起去庆祝吧。”已经饿了，而且呢累了，所以呢，他们就来到美浓著名的板条街。那来到板条街啊，大家就有吃有喝有笑，还遇到了他们的好朋友小猫咪跟小狗狗。那这一页啊，向日葵姐姐要给大家看一下。云溪姐姐跟云溪妹妹，她们呢画这张图的时候，让向日葵姐姐吓一跳。为什么呢？你看，她来到板条街的时候，她写着“老板强力推荐的板条店”。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可以点什么？点炒面、阳春面，还有板条，还有清炒汁跟肉等等。然后那时候向日葵姐姐就觉得，西西、琪琪姐姐跟妹妹不是很读书、很有学问、很认真吗？怎么会写错字呢？写成这个炒面的炒是清炒的炒呢？后来呀，我们才知道，原来呀，西西、琪琪她们这对双胞胎姐妹观察非常细微，而且呢，她们真的融入在杨妹妹的生活里面。小朋友，为什么？对，杨妹妹是吃草的，所以不是炒面，是草面，对不对？而且呢，阳春面是生活在这个阳春里面的阳春面，是不是很有趣？所以小朋友呢，以后画画的时候也别忘了哦，魔鬼藏在细节里，要好好的去观察你所要绘画的东西，跟你要绘画时候的主角的相关的习性。所以呢，猫咪跟狗狗要吃肉，所以呢还有卖肉，所以这家板条店是不是很特别呢？哇，真的哈！所以去到美浓，别忘了也要去板条店品尝一下。当然，这板条店里面的炒面应该不是用草做的哈。好，接着呢，他们吃完板条以后吃饱了，想要去走一走。哇，在秋冬，美浓是一个秋高气爽、非常舒服的季节，所以呢，他们就继续的往农场去迈进。那农场呢？哇，这个农场种了非常多的什么？萝卜，对，美浓限定的叫白玉萝卜。白玉萝卜呢，他们看到也想要拔回家。白玉萝卜也是素食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要怎么拔呢？小羊妹妹跟爸爸妈妈就一起，哇，拔萝卜，拔萝卜，嘿呦嘿呦，拔萝卜，哇！一下子他们就把萝卜给拔起来了啊，就拔的哇，好开心呐！那拔完萝卜以后，他们还要去哪里呢？想不想知道？故事还没结束，继续看下去。接下来呀，他们。然后刚才有说，秋冬美浓有白玉萝卜，有很多的农产品。除了白玉萝卜，还有陈蜜小番茄。他们去到农场，看到哇，满园都是黄澄澄的陈蜜小番茄，不禁流下口水。他们就一面摘，舍不得带回家，就一面摘，一面往嘴巴里面丢，酸酸甜甜的滋味。你一定要来尝一尝哦！吃完了陈蜜番茄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对呀，吃了板条，去拔了萝卜，摘了陈蜜小番茄。哇，昨天晚上傻姑阿妹找了家人，大家都累了，也在惊恐下，整个心情找到家人以后，整个放松了。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的走回双峰山上。到了晚上呢，要睡觉前呢，羊爸爸就把小羊跟小羊妈妈都召集过来说，以后呢，如果遇到大地震，大家都惊慌失措、乱窜各地的时候，别忘了我们都要回到美浓国小的操场集合哦。这样我们就不会走散了。这时候郭阿妹说没问题，小羊弟弟、小羊妹妹也都说 OK， 知道了。
小羊妈妈、绵羊妈妈就说：“那知道了，今天也累了一天，我们就好好的休息吧。”所以一家人就安安稳稳的进入了梦乡。这个故事说完了，但是呢，后面呢有一些景点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景点？刚才郭阿妹有去过哪些地方去找她的家人？对，东门楼。东门楼啊，其实是在整个美浓的永安老街的起点。它在永安路上，起点就是东门楼，那终点就是禁字厅。那东门楼早期就是为了要防御敌人，它在美浓西畔。那看到对面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上面敲钟示警，让他们的居民可以赶快的逃难。那美浓呢，早期在开发的时候设了4个门，4个所谓的隘口，有东门、西门、南门跟北门。那其中东门就设了东门楼，西门就是现在我们去美浓的时候有听过西门大桥，那个地方就是西门。但是呢，早期的那个门楼都已经不在了，剩下的是东门楼。那在南门呢，有一个小隘口进去，那个南门是在做什么？美浓西畔早期呢，溪流很湍急，水很丰沛。那时候呢，有大船会进入到南门那个阿弥陀佛碑那里，叫做南栅门渡船口。那时候船呢，就从东港西进来到美浓，运了货物下船，然后呢，把美浓在地的农产品就透过船运送到东港西，再到大陆去做物品的交换。所以呢，有东门、有西门、有南门。那北门刚好是月光山那边，整个山就是屏障，所以就没有设这样的隘口。那禁字亭呢，是代表从以前呢，美浓人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他们所阅读的书本、写过的字是不可以乱丢弃的，他们要送到禁字亭来焚烧。焚烧以后呢，这些字纸灰呢，就要由大家挑担拿到美浓西畔，倒入河流，让河流带走，去告诉天上的神明说：哇，我们美浓的子弟很尽字习文，所以呢，要保佑我们每一个都聪明懂事，很会读书。所以美浓有博士之乡，就这样不胫而走了。那还有很多的景点，在这一本书的后面都有介绍。在这个的后面都有介绍。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有机会呢，也利用如果解封以后有时间，可以到美浓走一走，也认识这本书的相关的人文景点。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假日。向日葵姐姐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
Today， 宝贝们，大家好，今天过得好吗？ I am Sunny Girl Miss Cindy, and welcome to my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大家好，我是阳光女孩 Cindy 老师，欢迎大家来我的阳光女孩的梦想世界。从今天开始，每一天 Cindy 老师呢，在暑假期间会跟大家律动学英文。保持身体健康。From today on, for the summer vacation, you and I are going to be together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fitness, and most of all, to stay healthy for our body.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one of the songs from the book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that Miss Cindy wrote herself. 今天呢，我们会从Cindy 老师自己写的书里，其中的一首曲子来学习跳舞。So, are you ready? 你们准备好了吗？ Let's go! So, the song is called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这首曲子叫做《阳光女孩的梦想世界》。Do you know what my dream world is? It's all about adventures, fun, singing and dancing. 你们知道Cindy老师的世界是怎么样吗？那就是很多的乐趣、探索，还有唱歌与跳舞哦。我们来学第一个动作。Let's learn the first move. Dur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song, it will be a rap. 我们的曲子的第一个单元呢是绕舌 rap。那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先来做手。我们的手要握拳。First move,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our hands. We're going to put our hands into fist and wave in the air twice, like this. 在上面挥手2次，再来呢，往下挥手2次。And then we're going to go down and move like this. 这个动作呢，我们先来加脚。We're going to now add with our legs. Starting with the right, we are going to lift our legs. Once we step down, we're going to remove our left leg like this. 我们踩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左脚往后移。再来，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把左脚往上。踩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右脚往后踩 like this. 我们现在加着我们的手的动作跟脚。We're going to put these two together now. 5, 6, 7, 8. 1, 2, 3, 4. 这是第一个动作。That was our first move. We have a second dance moves. 还有第二个动作是原地踏步。We are going to jog in place like this. 1, 2, 3, 4. While we do that, we are going to clap our hands in front of us like this. 脚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在前面拍手。我们把它一起做。Let's do it together. 5, 6, 7, 8. 1, 2, 3, 4. That's wonderful. 这个动作完了之后呢，还有第三个动作。After this, we have a third move. We're going to stay put. 我们不动，但是身体会往我们的右边移。We're going to move our body to the right. Like this. 然后手在旁边拍手。We're going to clap
to our side. 再来呢，往另外一边 we're going to go now to the other side like this. 然后往另外一边拍手 we're going to clap to the other side like this. Now, let's put it all together before we dance with the music video. 我们现在呢，把刚才学的动作一起连接的跳起来，在要录我们的 MV 前 ，Let's try together. 一起来咯 ！5, 6, 7, 8. Welcome to Sunny's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这是第一组。再来呢，记不记得我们的拍手 ？Remember, the second one is with the clapping hands, like this. 5, 6, 7, 8. Welcome to Sunny's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完了，往旁边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再往另外一边 ，To always do our best. Again,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全部完了之后，最后一个动作 ，Last move of this. 手往上，我们的右手 go up and go 1, 2, 3, 4. Clap, clap, clap. Are you ready to dance with the video? 你们准备好要跟影片一起跳了吗 ？Let's go!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1, 2, 3, 4.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We love to shake, shake, shake. Come join the fun with us. We're lots of fun, fun, fun. We hate to be bored, bored, bored. We have so much more, more in store. Hooray!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We love to shake, shake, shake. Come join the fun with us. We're lots of fun, fun, fun. We hate to be bored, bored, bored. We have so much more